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复习类嘅节目。今日大家来讲嘛，家咧会读中医嘅观点来看脾胃诶，唔系了只胃咯，了只脾系脾经咯，胃经。大大度诶，你嘅身体又嘛嘅影响，佢嘅角色又系嘛嘅咧，嘅家啦分享你今日嘅中医师，嗬，佢系你嘅连日君分享。大家好，我係連義君，今日同歡喜啊，又來到福喜來咧，也偏好來，然後大家講講誒有關中醫嘅知識，啊大家要注意聽哦，因為一定要講到，然後自家有關係部分。真勁吼，我先生講到真的諄諄教誨嘅感覺吼，佢講一定要注意聽哦，聽咗係請認真聽哦，因為同大家都有關係吼。不過基本有像先生嚟到亞片同大家嚟分享嘅東西，嘛嘅咧脾胃、脾老胃，不過係脾經老胃經錯吼。因為一般嘅觀念，大家講實在話，可能唔係按了嘅，等一下好好嚟講一下。不過一開始。做嘛概念要做大測驗，考驗一下，考試一下，會影響脾胃嘅壞習慣大檢測。可以哈，大家吃東西嘅時間，平常嘅習慣很用誒。公司採訪，我們已經講這是壞習慣哈。我說線上給你來，其實會考試哈。你看我的手上有一個圈叉牌，好，圈圈老叉叉嘅牌，我們就一樣問天師級前面嘅鄉親朋友，你做得測試一下，看你有按用嘅壞習慣冇？我線上聽一點係嘛解嘞？來，對，現在看有沒有，就是大家會不會喜歡吃燒烤、炸辣、油炸的食物？一定是全聽中醫啊，普嘅東西按紅又按後色，唔講你要壞習慣什麼？好像一點哦，哈。第二個就是夏天又到了嘛，哈，對，常常會吃餅類啊，哈，或是說吃一些比較生冷的東西。好，有可能哦，因為熱天到誒，哈，大家就會是冷誒，看涼啊，因為我們看兩個。糟糕，壞習慣兩個。再來，因為現代人壓力都很大，工作都很忙碌，所以進食的速度都減，沒有，是東西清減有哈，啊，因為又會壓力很大的關係，所以三餐啊根本就沒辦法定時。冇錯，你看，那我好像表現很輕緩，可是心肝都會輕定一點，吃都輕定一點。那有時候吃完一個便當，又要喝一杯冷飲啊。那所以混着吃，是偏懂是勾黑又是冷的飲料，也算是混着吃，對不對？對，那腸胃負擔也很大。有可能哦，你看圈圈要喝飲料。對，因為又是我們時間很趕啊，大家都在趕時間，所以一下子又要吃很快，就會常常吃太飽、填飽，而且會暴飲暴食，是貼飽有冇？輕東飲料他吃東西說，哎呀，好飽，輕飽。對，啊，經常抽煙或喝酒，應該冇吧？冇，他真。線上經典上應該冇，嘿。啊，總是邊吃飯啊，又要做事，又要想嘛個事情。有啊，總得不用夠吃飯嘅時間，會想一下事情哎。對，那有時候我們喝飲料，就是吃飯的時候就要喝水跟喝飲料啦。哦呀，黑某杯口渴呢。對，這很多人都會這樣。或者說，接近中午嘛，也要休息一下。吃完餐後就馬上躺下，就馬鈴薯。對，像馬鈴薯躺在沙發上面那種感覺。有用感這樣是不是很多壞習慣？可能的話，我們就是說，這幾個都是現代人常常會出現的。是，古時候線上你可以要按到1、2、3、4、5。這個有10個，對，其實超過3個應該就已經是很多壞習慣了。其實這都是現代人很常出現的一些飲食的狀況，也就是為什麼很多人的胃腸啊今天都很不好的原因。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講有關於中醫的脾胃部分。我經常講的哦，喺講而家看電視嘅時間，你發現有輕度按用吃東西嘅壞習慣，真然就會影響到脾胃按用嘅東西。可是
甜的东西呢？是甜的，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喜欢吃像甜点、面包、蛋糕。我们台湾的烘焙又很有名，世界第一嘛，所以几乎每个人他都一定会接触到甜食。那因为甜食的部分适量的摄取是可以安慰我们的大脑，但是绝对不要过量，因为我们讲这个中医讲那个甘味，就是甜甜的东西它会入脾经啊。那你吃太多它会有缓滞的作用，会让它消化的变慢，容易胀气、打嗝、消化不良，有的更会胃酸、胃食道逆流。大概有糖豆模型上讲，黑讲你吃甜食的时间，你会入脾经、脾经，可能有些朋友会吃到讲，呀，嘛意思哦，有一些不懂，糖唔是唔讲冇相关大家来看一下，好，先生帮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这就是脾经，错吗？对，我们在中医讲脾胃主要啊，我们的脾不是指这个脾脏而已哦。脾脏它是一个这个解剖的名词，那它主要在生理上是造血，可是，在中医脾的概念，它是一条经络，以及它所过的位置这个都是脾这个经它管的地方。脾经它的循行的方向就是。V 脚开始往上走，从小腿的内侧一直上到大腿，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肚子，到这个前胸的部分，这个所过的这个周边所有的肌肉、组织、经络，这些就是叫做脾经的部分，它是我们人体的。你要把它想成它是一条高速公路，它的循行方向就是从脚到头，而不是单指这个脾脏，这个解剖器官而已。古说亚就会以中医的观点来看脾经。其实你看喜糖公像高速公路去行的，它走的地方其实是轻重的。对，所以胃经也一样，从对，没错。那主持人，我们看一下胃经。对，这个胃经，因为这个很有名胃经就是胃所属的经络，它是一个代号，它是一条多气多血的经络，所以看到这个红色，其实它画得很好，它很大条。这个胃经在我们体内，它算是很大条的一条经络，它是从我们的脸走到脚，它贯穿全身。对，那它一般来讲，像很多的毛病我们讲最简单就是说，常常会听到说这个人。这个湿气很重，对吗？他大部分讲的都是这个胃这个部分，就是多气多血嘛，好像气血很充盈，太过度之后，它其实是会生病的。有青岛嘅人其实公司才发，太感也唔可以讲真言轻敌，因为太感会想讲，有时候会觉得说你身体很燥热，也还有，比如说青岛，你会讲，你喺什么你还看一下你可能气血不足，会有暗涌嘅共犯。其实就用形上讲要真言对你整个人的这个。整条这个经胃经是有关的，不过这边医师帮我们来分别一下，就是它的类型，对不对？对，那我们脾经跟胃经，大家把它想成是身体的一个高速公路。那实际上有没有这一条高速公路？其实以现代的研究最新的他们证明其实这个。它是类似像间质，就是那个细胞间质，是间质这种东西组成的这个经络，用来解释说为什么针灸它今天会有效的原因，就是说这个经络本身属于间质，它是实际上是存在的，不是像我们脾脏跟胃的这个器官，它是看得到。其实我们的经络。也是看得到的，是这样子是。那今天这个脾经，如果它这一条做 fight 嘞它大概会分成几种类型。那我们还是要在这边跟观众朋友讲，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说请大家自己诊断，没有，我们这个只讲最粗略的。其实一张眼给它阵型分得很细。他这个人如果脾胃不好，他可能还兼杂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它有很多种的寒热虚实错杂，不是只有我们讲的这么简单。也还较简单的，比较大型的分类，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故说做类枪型呢，简单讲一下嘛。好，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脾湿健运，因为
脾气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它如果失去了它的功能，大部分就会第一个最容易出现就是脾气虚弱，比方说他就是看起来脸色很苍白，这个大部分就是林黛玉那一型的，脸色苍白吃不下，有的其实像来看的小朋友，有的到国中，他如果脾胃不开，他其实都还是瘦瘦的，然后可能带了一点鼻子过敏的问题，那如果脾阳不正，他其实会有一个症状，就是他很容易胃痛，怕冷，他喜欢吃，要吃东西，没有吃东西，他很快就会痛，那中气下陷，他就更糟糕了，他等于是脾气就不能生。不能生，它下陷之后，它会变得越来越瘦，所以脾气虚弱一直到中气下陷，是指越来越严重的意思。好，脾气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中医观点，脾主升，胃要主降，所以它这个如果它一直都是下陷的状况，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瘦，越来越消瘦啦。那再来就是脾不统血，我们脾经因为讲到这个血的观念啊，主要就是说。如果一个妇女她有这个出血的问题，比如说像什么月经一直来不会停，或是说有肌瘤，她一次来很大量的话，她很容易就会有这个我们中医是讲崩血崩或是漏症。这个我们其实在治疗上呢是从脾经下去治疗的。是好，那胃气虚寒，胃气虚寒跟我们脾阳不正有一点像那这是属于气虚又加寒的，它可能也是很容易会腹痛。一样，他喜欢热的，他怕冷的。那如果有胃火体质的这种其实也蛮多的就是他这个一般来讲，他很容易一下子就会 V 走，会饿，然后或是说他牙龈很容易发炎，或呼吸卡胎，口气比较差。你看唐先生讲，大家是咪啲讲，其實伊分別嘅類型係非常多。不過當到嘅整體，你平常嘅生活地圖是有安個講述還有乜嘅啲嘢要分享聊下，等下陣就會講。今日多方宇宙的讓長老連線上嚟到節目地圖，讓大家都討論今日講嘅係乜嘅脾經啦、胃經，公司採訪一般人唔係按了解不過就是經常講嘅係類型有輕度。上段節目大家講到係脾經，一下同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是另外一個。胃，对我们胃气一定跟脾气刚好是相反如果今天胃一定要降下去，对不对？我们消化这东西一定要下去，不然会 V 会肚等的没？错。最常听到门诊就是说啊，爱 V 肚等的，黑膜就 V 中。对，就是胀气。其实你胀到一个程度，你一定很痛苦那有分为胃寒、胃热、痰浊跟气滞这4种。那胃寒的患者通常用给我看。他胀归胀他很怕冷。那胃热的话，就很多像他那个胃酸会打嗝，那会觉得这里热热的，有酸水，他吐出来的口气也是会有一个特殊的味道。痰浊的话，我们看他的舌苔或卡啪。泡泡卡啪甚至有的是黄色的。那气滞的患者他有的还有一些那个精神上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会比较忧郁。有的人给杜氏中他很忧郁他觉得这个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那胃阴不足，就看到有些小朋友啊，他都吃不下东西的，或是常常觉得口干干的，很喜欢喝东西那这个肠虚如果滑脱的话，要上年他会一直去大便这个就好像很多那个我们讲那个溃疡性的大肠炎这种在这个年轻人其实有一部分是属于这种，他一直去大便，可是他就一天大个3、4次，他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再大久一点之后，肠易亏耗之后啊，你这个就老年人，我们生完小孩，还有在那个大病，就是生完病，好像那个感冒、流感之后啊，你有时候大便其实是很干很硬，也是大不出来的。好，古时候也讲的胃经的部分如果公司采访脾胃胃经啊。脾经其实这个靠后天去调整去做的，错吗？做的。我们原则上就是希望说，观众朋友们以上的症型大家去
大略了解之后啊，哦我们还是要去找合格的中医师哈，对，为自己的身体把关一下哈，不要说自己轻易的去判断哈。真嘅吼，就像先生讲的，因为去找中医师同先生来讨论一下，你只讲哎，我来你种来，可能黑马个累起就自己来做决定。而且先生有讲到，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嘿已经是很粗略的，它还可以分了含加 U， 含加 U。不过更多鸦片吼，我们要再分享我们分享神发低度，其实大家轻容易做得去观察的，就会偶视嘅时间。对，哎，真嘅，那就要轻冲油，有轻度嘅人嘅偏瘦过后，它就直接冲掉。对，其实会观察一下，冲冇？对，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自己粪便的几个重点，有6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最好是黄棕色哈，然后像香蕉，然后2、3条，没有特别的恶臭，然后半浮沉。解便呢也不要太久，不要超过3分钟。对，不过最后一点要同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大家嘅偏瘦嘅时间就会把数哦，因为已经变成习惯了。黑公你某把数给嘅时间，你没有办法上厕所。不过你一旦把数给要看东西嘅时间，就会超过3分钟。不过这真的不太好，对不对？对，真的，因为像这种临床上哦，其实很容易就是会痔疮。哦，会痔疮，对，非常容易哦。大家来看一下，黑公你有暗涌嘅状态，你就真的要注意了。对，我们看第一点就是说，它如果大便比较软哈，这个刚刚已经讲过，这个大概就是说肠胃哈，它消化功能比较差，好，没有火的状态下，就不能够把我们吃的东西形成一个漂亮的大便，好，这个就是比较是脾胃没有火的状态。脾胃没有火。对。那如果你太细的话，哈，像铅笔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就是铅笔头的便便，这个哈大家要仔细观察，一定很少人去观察这个，它就是像铅笔头一样，细细的。那这个身体代表它其实有一种是过劳状态，就是懒得去形成一个漂亮的大便。我们大概会分成哦，就是肠胃的过劳，肠胃的跟心还有肺的这个几个症型，比如说心脾血虚的患者，还有肺脾比较两虚的患者，它其实也很容易形成这种比较铅笔头的便便。那如果是比较粘稠、量少的，这个很多，因为这个大部分就说我们的大便会粘马桶，有冲不下去，那就看你是买东西嘛。一般没一定要注意啦，黑公司牛，有高蛋白啊，或是高油脂，或是红肉过多的。好，那这个比较主要，这个就是肠胃的湿气，这个是代表给你这类东西哈，你肠胃不能消化之后，给我变得卡涩。卡涩被发给猪，它排出来就是这种含有湿气的便便。其实这个患者都会自己跟我们讲说，那个今天大便都比较散。这个真挺太卡，都得观察一下，因为比如说你前一天可能吃嘛的东西是铁东牛，压你吃烧烤有没有？你听你偏手的时间，你冲水冲掉沟黑，黑公跟马桶上面还有一点点痕迹，碟上面没有办法冲都清强力的时间，给就扣呢，黑暗涌给清理。对，那如果带有鲜红色的血，那也要这个真的请注意。对，这个大部分我们可以讲，就是说一定要看一下是否痔疮以及或是癌前的一个病变，这个也很重要。那如果像羊便便的话，这个小朋友很容易出现，成人其实也很多，就是大肠吸水过度，然后他又喝很少的水，或是他一直流汗，一直小便。所以他那个形成便秘的便秘状态最多其实是这个羊便便。好，董人其实甲我去买药的，因为长期有便秘困扰的去甲买成药来吃，来吃的话变成会有一种情况，它越塞越重。接下来你就没有办法自己去大便，里面就变依赖嘞。对，不过就常常讲的，一般来讲，迄讲。第一服起来的那个医疗单元同大家更多按到，其实就会你会都会是水嘛，会晕通嘛，会是垢质，会是抢出就冲对，黑毛。不过最后这个颜色它浅，有黑白的一个分辨，这个已经比较严重了，因为偏白就是我们胆道的出口有阻塞，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像胆囊有问题，胆囊炎、胆囊癌那黑色的便便一般我们讲就是有出血，对，没有错，就是肠胃道的出血，这个就已经是薄油便了，这个就都是已经比较严重的状态。真紧我常常讲迄偶视嘅时节，都得来看一下你嘅肠胃嘅问题，你身体嘅问题。不过讲实在话，看气
气色也是可以。我先来看一下这一张。好，那我们脾胃啊，主要就是看在这个鼻头两侧以及鼻翼这一边哈，还有大小鼻头的两侧跟鼻翼，就是这个大概是这一个区块啦哈，大小肠对，大致上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患者他来看，的确他就是有一些色块，我们讲过敏性鼻炎的最明显，他这个脸哈，这边黑黑。对，它其实不是只有黑眼圈哦。我们意思是说，就是说它这个是有一个白灰，还有兼一点黄色的色块。其实仔细的看哦，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好，那这个主要这个过敏性鼻炎，因为主要他们很多的症型就是肠胃比较差，所以这种。下次如果遇过那个过敏比较严重的哦，你可以看一看他的这个肤色，因为非常的。我等一下可以录完影的时候可以先卸妆啊，我都得先去卸妆，卸妆过后再给连医师看一下，因为我给过敏就清洋葱。我经常跟我先定一样的，我讲五月唔等一下按用影哦，还有灰白黄，糖也会清定一样，定下也可以嗨。不过这就经常讲诶，比如从气色看脾胃，就像经常讲有色块，你可以在这边苍白黄，黑毛就会暗沉。对，大概有的因为一直熬夜嘛，哈，都熬夜过后，它那个水分啊，这个都会消失，所以干燥啊、蜡黄哈。那苍白的话，就是说就比较没有气血，比较不足哈，都是比较乱吃啊，都在外面。这是为什么太感哦，你一款紧张还没做任何诊疗之前，就先看一下你给气色，看一下里面的状况，很用哇，很白呀、很黄，其实这是很明显的。对对。不过，公路鸦片太感有常常听到太感给分享就会嘛改的一年是点钟低度，我们会常说几点到几点，主要是什么东西在运作，嘛该器官的运作，这边也是可以请上同太感的分享。我们讲一般人会按讲什么哈？对对，我们一般讲肠胃的部分，就是早上大概7点到9点是大肠经嘛。好，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起来，最好是喝一杯温开水。好，然后肠胃它开始大肠的部分会运作，所以有的人在这时候就会先排便。这个是最标准的。而且青铜医美讲，什么人会讲，什么人皮肤会好，就会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先清肠胃，喝温开水就会按用你的眼。那到我们的大肠经，下一个是胃经哈。那胃经我们大概慢慢的胃经跟脾经这个时候哈，尤其脾经接近11点哈，9点到11点，这时候已经会有一点点饿的状态哈。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说不要再吃一些什么小饼干啊。这些，因为到了听说生还以为有一些饿，就会偷吃小饼干。这时候如果我们喝一点点像人参，人参茶，它其实可以养一点那个脾阴，对于这个脾胃状况其实是还不错。那胃经的时候就是我们大肠经走完要吃早餐嘛，脾经走完过来，心经是11点到1点，在小肠经左右就要把中餐吃完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大概的分享，因为太刚还有看图就会大概是走到什么地方还有动作做的分享，等下长在讲。我相信基本有看你呼吸类的节目甲乡亲朋友大家会知道小波动态，整件因为大家都唔太清了嘅，乜个脾经啊、胃经，不过同时也分享有青岛，一般我们大家会滴个底色在生活里面就做在观察到爱用嘅东西。不过今日挺有意思我们要分享血头，这个是可以保养脾经、胃经的血头，做两讲嘛。对对。不过这个平常自己第一步下做得做嘛。可以，我们像这个中管穴、关元穴、天枢穴，大概我们这张先介绍这个中管跟关元，这个都可以用艾灸的方式。就有一种艾条，可以自己在家里其实就是轻轻的距离身体不要太近的地方做艾灸的动作。艾灸就会捏呀。它是一个长条形的，那它会可以让整个热气进到穴位，所以是要点燃。对，点燃，然后就达到它这个温热这个地方。那不要靠近身体，对，不能够有一个距离，有一些体里的鸦片按。因为最近好像很流行那个肚脐贴，对不对？
我们患者都一直在说那个可以减肥啊，其实它的原理跟艾灸其实都是类似的，就是要温热身体的经络。好，我们讲中脘穴，中脘穴它是位于，其实它就是在胃的这个正中哈，它在肚脐跟我们剑突的一半。好，肚脐到剑突是8寸，我们取4寸就是中脘穴。中脘穴它是就是胃上面，对，它其实就是在胃的上面。这个如果针刺的话，懂通。很多人他都只能用1寸针进，然后很痛。它这个中脘哦，它是胃经的募穴，它刚好是在任脉上面，它跟小肠、胃跟三焦经同时是在这边交错，所以它是一个大穴。好，它可以主治肠胃的像消化不良。好，打嗝啊、腹胀，这个中脘是很常用的保健穴。那对应关元哈，关元的话呢，就是那个元气它关起来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元气所在的地点，它在肚脐以下的3寸哈。那关元穴它是小肠经的募穴，它是足三阴经跟3寸哦。对，那名嘅感觉好像有点快要接近膀胱哎，黑毛。它会有一点比较像我们这个，有一点按起来会胀胀的这样子，会有一点点。那它这个是主要是足三阴经跟任脉的交汇穴。那为什么我们要找中脘跟关元？主要因为中间有一个天枢穴，天枢就是天地的枢纽嘛，它刚好就是在上面是阳经，下面是阴经哈。那天枢穴我们这个也很常用在我们减重，因为它是胃经多气多血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穴道，它旁开肚脐大概2寸的地方。不过重点嘿，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一般这个会，我们料给勾黑，我们可以怎么样？第一个像中脘跟关元，我们可以用艾灸。那天枢穴哈，其实它可以用按摩的。哦，肚脐的2侧黑毛对，在2寸的地方，这个2寸哈，其实我想各位哈，对我们2寸的话哈，我们大概可以揣切自己的肌肉，有一条这个肌肉会感觉它很酸胀的点。你下去按它，针刺下去，它非常的酸软。那平常时的摸下嘅时间，都得用手。对，其实我们都是用手哈，你就去找肚脐周围大约这个2寸的话哈，我们通常这样子我们是叫1寸啦。好，通常这个这样叫1寸，大约1寸，对，大约啦哈。那其实经络它每个人每个地方每一条经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位置，我们必须找到自己最深然后最有感觉的那个，你按一按，其实你就会觉得消化比较快，那会去想要跑个厕所会比较舒服，都是刺激到肠胃的这个神经丛，好，都是在天枢穴这附近。所以先生讲的关元穴，黑皮要做得去改按用去。我们关元穴对也可以用按压，或是用艾灸的方式。还有那最有名的就是脾胃经的2个大穴，就是足三里跟三阴交。好，以前的人哈，他们足三里也是用艾灸。足三里就是在我们这个胫骨胫骨前缘下1寸。一般是讲从这个膝眼下面大概3寸，3寸就是4个手指啦，这样子大概那会有一条筋，它比较感觉很酸软。以前的人都在这里用艾条灸到会发水泡，因为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讲若要安3里莫要干。莫要干就莫会干，莫会着体，就是他们要灸到发泡、起水泡、溃烂。然后说这样是很有效。那以前的人因为卫生观念不足，我们现在不需要做到这样，那就是说明说足三里它其实你如果常常去保健它，这个对于脾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就时常讲的足三里也在穴头，也系三阴交穴头，你别摸下看电视嘅时间，黑讲有时间，黑没做得。对，这个就可以用按压艾灸也可以。三阴交是我们妇科的也是大穴，它在足内踝上也是3寸，它是肝脾肾3经的交汇，这个是最有名的，就是妇科就是用三阴交，除了调节脾胃功能，也有调血的作用。好，在妇女在这个三阴交的地方你几乎一按没有
没反应的，都反应动态。静态，也还迄套嘅部分嘛。不过现场有讲到，像迄脾经也系胃经，都得靠后天的调养嘛。你平常时吃东西嘅时间，太加度底嘛，给均衡，我们已经讲过100遍呢，真经哈，嘛该食补啊，也讲到青豆，不过脾经到胃经也是有食补的方式，对不对哈？比如说现场给朋友带了一些药材同食材，先从也有哈，比如讲像迄茯苓，我们茯苓哈，就是我们前面这一块哈，这个大块的 plastic 嘅，对，茯苓膏有10个哈。有，不过茯苓膏会感觉是一种很好吃的甜食呢。对，甜食。我们茯苓哦，最代表性的就是可以改善胃肠的湿气，哈，可以消水肿。那这个以前那个乾隆皇帝啊，他最喜欢吃的哈，就是一种八珍糕，就是现场我们摆设的这些东西下去，再加人参、白扁豆。他活到89岁，他执政60年嘛，这大家都很清楚。他每天都会叫他的厨房哦，给他弄这个磨成粉，再加糯米，然后每天蒸吃1小块。哇！所以这后面我们中医的方剂有一个叫肥儿八珍糕，就是从这个方剂是演变来的。乾隆皇帝他每天都会吃这一个。刚刚清后呢，你用讲的嘛，因为太讲迄讲稍微是甜点呀，还有什么鸡卵糕呀，吼，其实你是八珍糕就好呀。真的，茯苓糕就便宜茯苓糕，你看便宜又好吃，而且中间如果有加红豆呀，还嘛该就会甜甜，就会一种嘅甜食。对，然后唔过有孔天，对，没错，还有时常讲会强色。对，芡实就是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很简单，因为都是4神的一些材料哈，但是因为4神它有涩的作用哈，它是干涩，所以我们便秘的人不要吃太多。那白术的话哈，白术也是补气健脾，一样可以帮助代谢多余的水分。真嘅哈，还有嘛个山药要清后，清后你煮山药会煮山药汤，对，莲子、莲藕、姜嘛，也系有冇睇下一看就会青豆跟妈妈碟薄下嘅时间。就会煮安用嘅东西，其实它真嘅都清油用吼。不过同一边同大家来烧嘅一种清油意思嘅嘛，大家都底，他赶紧都会煮嘅4神汤，错吗？对，4神汤那。大家妈妈都很会煮啊，哈，那材料其实现在的4神汤都加减很多啦，好，那里面有薏仁啊，哈，然后有的会加一点花椒来提味嘛，哈，那这很多的话有这个他们自己的配方也很好吃哈，那主要因为这些食材都康昂啦，故说会显精髓，哦，像薏仁啊、芡实、莲子哈，康昂的发做显精哈，张蕊再来炖煮，然后记得加米酒，可以提味。也就会经常讲其实4神汤其实真经哈平常时，黑公妈妈有煮给时间你试一下，它也是可以补气，这样讲哦。我们就讲平补脾胃，超好。最后也是可以有。喝像江浙汁，对，那这个第一个我们先讲江浙汁好了，它主要就是现在的人很喜欢早上喝一个姜茶，有没有？对啊，好多人都在卖那个姜马昆哈，有一昆这个泡茶对，好像大家都在喝。主要这个姜，因为它的效果就是主要就是温脾胃，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其实上面那个就是很常用来的减脂茶啦，是减脂茶。对，它就是决明子、荷叶、山楂、陈皮、麦芽，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消化多余的这个饮食，所以可以达到减脂的目的。好，所以其实金玉堂先生讲，大家要发现哦。讲来讲去咧，大家会了解个脾经到胃经，其实对大家来讲是很重要的2条高速公路。对，昨天讲吼，而且是一种隐形的高速公路吼。不过就是经常讲的轻松很重要，真紧要去照顾它。对，不过除了平常的经常讲你可以是按用的东西，我们说食补之外。大家有发现，其实生活的生发给生活的，我们的习惯是最重要的。对，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给时间有一些坏习惯大检测，有冇？希望大家做得了解讲，哎呀，那是坏习惯，我们就尽量去调整我们的生发给风色，不好的习惯就不要哈。所以，乡亲朋友今天看俩是听众会知道哦，其实秀无动态，所以大家非常感谢连线上那度节目地图，什么呢？谢谢，好，安子 say 啊，天天好嘞，马家嘞，做人同了。